你哋好啊，我係6A 班嘅黃馨怡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本正向嘅繪本故事書，叫《不放棄的小刺蝟》，作者奧斯葛巴哈蘇拿，出版社東方。我最喜歡嘅角色係本書嘅主角小刺蝟。雖然小刺蝟因前腳受傷，但都不阻礙它邁向成功之路，因為它可以用後腳上路，直到老師要它們開始學習寫字。小刺蝟冇晒心機，因為它前腳綁住繃帶，它絞盡腦汁，最後見到貓頭鷹老師的翅膀，抱着書無法關上櫃桶，就用嘴來關上。故事鼓勵當遇到困難不放棄，就好似小刺蝟找到解決方法。呢本書10分，我會俾9分。多謝。